先生您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先生您好，请坐，请问桑香。先生您好，请坐，请问桑香。你好，我姓张。你好啊，我姓张。你好啊，我姓张。哦，你是在竹科工作，最近回来务农，张阿公的儿子吗？你是去竹科识头路，研究怎来做农，张阿公的奶爷是吗？你是去竹科识头路，研究怎来做农，张阿公的奶爷是吗？是的，就是我。嘿呀，就是我。嘿呀，就是我。好多年不见了，变得好成熟呢。俺当年没看到，变到当文聪哦。俺当年没看到，变到当文聪哦。今天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呢？今半日我办理乜嘅业务呢？今半日我办理乜嘅业务呢？上个月我和父亲买了一块土地。上个月我同阿爸买一堆土地。上个月我同阿爸买一堆土地。今天要来做实价登录申报。今半日我来做实价登录申报。今半日我来做实价登录申报。哇，买土地最好。俗话说，看人面不如看泥面。哇，买土地最好。人家看人面唔當看泥面。哇，買土地最好。人家看人面唔當看泥面。那你的申報書資料都填寫好了嗎？今日申報書資料都下好嗎？今日申報書資料都下好嗎？还没有。有帶身份證跟印章嗎？還忙啊。有帶身份證同印內嗎？還忙啊。有帶身份證同印內嗎？有，这是我的身份证跟印章，麻烦你了。有啊，也是我的身份证老印呢，麻烦了。有啊，也是我的身份证老印呢，麻烦了。我來協助您上網登錄，請稍等。我來同天數上面登錄，請等一下。我來同天數上面登錄，請等一下。張先生久等了，這是您這次交易的資料。張先生本久等呢，也是你拜交易的資料。張先生本久等呢，也是你拜交易的資料。請您幫我確認螢幕上登打的資料是否正確。請同我看一下螢幕上打出來的資料有唔錯嘅麼？請同我看一下螢幕上打出來的資料有唔錯嘅麼？資料正確。好的，那我幫您線上送件。冇唔錯。好，給我老五線上送件。冇唔錯。好，給我老五線上送件。我會給您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您留存。另外，我本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留等。另外，我本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留等。請您在這裡蓋章。來，請第一位正印呢。來，請第一位正印呢。謝謝。按字 C。按字 C。這是實價登錄的應付文件，也是實價登錄的應付文件，也是實價登錄的應付文件。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及問題，有關私人人憑證申請單位同問題，有關私人人憑證申請單位同問題。這裡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聯絡電話提供給您，也會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聯絡電話提供給您。也必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聯絡電話提供給你。請您回去先參考這些資料，請再去先參考一道資料，請再去先參考一道資料。您曉得嗎？迪莫，有人因為沒在買賣完成移轉登記後的30天內申報，有人因為冇喺買賣完成移轉登記過後嘅30日內申報，有人因為冇喺買賣完成移轉登記過後嘅30日內申報，
被罚3到15万元哦。还好啊，您已经来办理了。就本人罚3万到15万元哦。好的咯，唔記緊來判理耶。就本人罰3萬到15萬元哦。好的咯，唔記緊來判理耶。好的，我回去會好好研讀這些資料，謝謝你。好，我再去會好好來研讀一條資料，按時寫哦。好，我再去會好好來研讀一條資料，按時寫哦。